亲爱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有一个真好的天气，三甲来圣殿敬拜伊。这时咱要来锻炼咱今早起要念的2首圣诗。首先，请咱掀开圣诗298首。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咱三甲来念第一节，咱请书记为咱读一遍。圣诗298首。快乐快乐，阮来敬拜，荣耀上帝大能耐，心神欢喜到主面前，抬头仰望新光明，天上忧愁求主赶散，遥远黑暗无抵我，永远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入阮心。咱三个来念第一节。第三普表，咱兄弟在念时，咱则小注意吼，这敢若一拍尔，吼，咱就爱随接第四普表安尼。咱煞接要来念第2首圣诗385首，圣诗385首，人生风波了动无停。咱有缘请书记为咱读一遍。人生风波了动无停，要所吊咱着进前，频频发出仁爱呼声，信徒对我免惊吓。咱来念第一节。人生风波了动无停，要所吊咱着进前，频频发出仁爱呼声，信徒对我。咱第一节搁一遍。愿咱会当来服侍伊，听伊到一世人。这时请咱安静，咱三个来祈祷。
只成天父，阮感谢你，虽望人生会拄着随多的风波，扰动阮的人生，但是阮我靠主，你阮着通得进前。求主你的圣神引带带领阮，互阮伫阮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有缘会当跟对主你，因为主你呼叫阮会当来跟对你，愿阮会当服侍你，听你到一世人。也求主你保守带领阮今早起的敬拜，互阮安静阮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听主你的教示。即时求主你安静阮，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名求，阿门。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我要伫伊众百姓的面前，对耶和华谢我的愿。咱三甲来吟诗学老主，圣诗298首，圣诗298首，请起立。Yo
三角来祈祷。愿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天里。我的死囡仔互我，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人赦免辜我的人。无伫错案入去，着救我脱离的歹，因为国权严严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神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岛前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帝大名，伊要对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得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角来启应，启应文48篇，启应文48篇是以赛亚书第53篇。咱三角来启应，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眼布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人黄面毋看伊，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伊为着咱的过失，互抢插，对嘴。伊担当刑罚，咱得到平安。咱拢亲像羊白路。三角这声，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伊亲像羊羔，互人牵去抬。这声，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虽然伊无用暴力，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堆，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鞭拍、受苦楚。伊为长岁寿，看着行行顺顺。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我记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额。因为伊放杀性命到死，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咱下头同心来祈祷。至圣至尊的爸爸上帝，我满心感谢你，今仔日你赏赐阮有好日光，互阮
咱们教会众兄弟姊妹，搁一摆用高调的心，用虔诚的心，用充满希望的心来到教会敬拜主。愿恳求主，互阮会当搁一摆含你同坐道，搁一摆来感受到主耶稣替阮钉十字架，为着阮死互抢插，也赦阮的所有的罪过，互阮搁一摆有新的希望，通行你所替阮安排的路。一点，阮三甲自执伫遮，虽然有武汉肺炎，经济受到真大害，但是阮知影，伫阮拄着所有的苦难，阮只有我主。阮知影主，你虽然高高在上，但是你随时甲阮每一个人三甲做伙，要成做阮的帮助。特别，你要赏赐阮有平安甲喜乐。只要阮的心随时会当含主耶稣天条做伙，阮会当合心合意，要来做主你的学生，来追求通往天国、通往福音的路。这时，阮也少年阮教会内年长的姊妹检采身躯病痛，阮也心软正跋倒，阮恳求主特别甲伊支持，也扶持因。这时，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用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要请搬召团客来学乐圣在尊贵主，圣在尊贵主。也要尊贵要老贵，你的。
承载尊贵主，真多谢欢照团契的学老。这是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8章22节到25节。路加福音第8章22节，有一日，耶稣甲伊的学生上船，甲因讲：咱来去湖的迄边岸，就开船。行的时，耶稣困去，有暴头风拍落来湖内，船内水差不多满，真在危险。学生群我叫伊醒，讲：先生啊，先生啊，要无命啦！伊就醒，即被风甲海涌，风涌就煞，也平定。伊就甲学生讲：恁的信伫倒落？因就惊吓奇怪，三甲讲：这是甚物人？命令风甲水，因也顺伊。以上。讲到你的信心伫倒落？你的信心伫倒落？咱将时间交互谢牧师。咱张牧师、两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摆伫主日，甲咱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也要恭喜咱南门教会咱张牧师已经顺利伫即个月赴任。咱今仔日下晡就要举行伊的就任受职的礼拜，也就是代表我做咱南门教小会长到今仔日下晡3点半。过去一冬，搁一个月时间，真感谢咱南门教会正中心，咱兄弟会接纳，我会当有机会，而且甲大家做伙学习，搁较认捌咱南门教会，也认捌咱兄弟姊妹，也互我搁较确信，咱的上帝的疼是充满伫逐角落。我嘛相信咱南门教会绝对毋是迄个领1000的吼，咱若无领5000，至少嘛领2000，所以阮嘛讲咱过来。伫咱张牧师、甲咱张牧师兄弟姊妹三甲做伙拍拼下面，互咱即间领2000、领5000，上帝所动用、所祝福的教会，通伫即个所在搁较兴起主的福音，互主来使用，成做一间上帝所欢喜的教会。阿门。阿门，来较大声咧。阿门。表示咱有信心，吼，咱教会绝对是上帝所祝福的教会。伫咱一生中间，毋知咱是毋是？倒一寡所在，则是看啥物款的情景，互咱会感觉真惊吓。可能咱住伫台湾，咱常常拄着，特别即马听伊讲明仔载吼，也是过几工有即个风台吼，咱定定拄着即个风台，也是讲地动，哇，即个风雨真大，即个地动又较真厉害，互咱真惊。这是咱即马伫武汉肺炎的即个威胁内面吼，咱中间若有人一直酷煞吼。咱可能嘛会感觉真惊安尼吼。再无论怎样吼，咱看到今仔日即段经文，也互咱唤起咱共款的经验甲经历，就是讲拄着危险，互咱真惊迄种的经验。耶稣允准伊的学生伫加利利海拄着非常互人真惊的一个危险，为着是要教示因会通。学习一寡有关信心的一个功课。当耶稣甲伊的学生伫遮坐船，要到湖的对岸的时阵，无拍算，忽然间，抓一大阵的即个风，互因的船拄着，有可能沉落去，嘛有可能变过去的一款的危险。即个时阵，耶稣可能是因为服侍甲真忝，所以伊伫咧困。而且圣经甲咱讲，伊困甲真安稳，一点都无受到即个风影的影响。总是咱看学生就无法度亲像耶稣遮尔安稳，因是惊甲皮皮喘，挡袂牢，才硬去找耶稣，甲耶稣叫醒，甲伊讲：阮着要无命，阮要无命。弟兄姊妹，咱看到耶稣。伫即款咧困甲真安稳，互人叫醒，然后伊的反应，甲伊咧困甲真安稳共款，一丝仔就无因为安尼真着惊，然后真惊吓。伊共款
醒起了真安稳、真自然，伫遐就来责备风影，就来平静这个风影。同时，各位兄弟，搁较要紧的是，耶稣平静这个学生因心中的风影。接续，耶稣问学生讲：恁的信心伫倒落？恁的信心伫倒落？咱今仔日就是要对即句话来学习2项功课。第一项，各位兄弟，咱毋通夸口咱偌有信心，因为咱来知影信心并无法度避免人生的风影。你信心搁较大，迄个风影永远会来。所以咱要清楚知影，当耶稣问学生讲：恁的信心伫倒落？迄个目的，毋是爱学生为着即个风影来负责任。耶稣的目的是为着爱互因知影，当你面对风影的时阵，恁的反应是啥？恁来为着即个来负责，为着恁面对风影的反应来负责。即咱对圣经知影，耶稣的学生面对风影的反应是真惊，是安怎？咧惊啥物？因惊讲因有可能因为即个风影跌到无命。那安尼，咱可能搁问一个问题：是啥物人来引起即个大风影来攻击学生？当然有可能是大自然、真自然的一个反应。总是有一寡学者认为讲，即件代志吼。无应该只是一件突然间来发生的特殊事件。伊认为讲有可能2种情形引起这个风影。第一，就是对敌的攻击。这个对敌当然就是撒旦魔鬼。撒旦是安怎要引起这个风影？因为撒旦伊要制造出一种假象，就是伊是大自然的主宰，伊要利用这个来攻击耶稣甲伊的学生。各位兄弟，咱会记得，当耶稣要出来服侍进前，伫旷野，伫遐咧禁食40天的时阵，而且伊拄着魔鬼，互伊3个试探之一，就是伊爱耶稣来拜伊，然后伊就要将天下万国的权柄甲荣光来互耶稣。所以咱看到撒旦魔鬼，伊真介意利用即款的权势，互人屈服来拜伊。伊要享受人家跪拜即款的情形，所以伊要将天下即款的权柄，就通过你有家拜，伊就要享受你。所以咱看到伊不择手段，就要来攻击咱遮的信靠耶稣的，就好亲像撒旦伊咧攻击约伯共款。各位兄弟，撒旦要伫你的人生中间引起侪侪遮的风影。要来发动这个攻击，总是你的信心，却会当互你有办法来面对伊所引起的这个风影的攻击。所以当风影来的时阵，咱千万毋通，干那一直想要去回顾啊，大海啊，即摆风影来啊，啊过去我拄着风影的时阵，迄个时阵我是偌惊拄偌惊，迄个经验啊，搁伫咧，互咱即摆搁较惊。则是讲风影来的时阵，咱毋通放弃讲啊，咱安尼一生拄着几摆风影，伫遐咧算几摆即个次数。各位兄弟，毋是。当咱拄着风影的时阵，咱爱重新去建立。即摆，咱面对即个风影，咱的新的信心是啥物？通好互咱赢止咱所拄着即摆的风影。啊，内地会吼，即个福音的机构，即个组织有一摆。有一个女的宣教师，啊，大家拢家叫做韩婆婆。这个韩婆婆伊是美国宾州大学心理学的一个博士甲教授，总是上帝呼召伊来台湾做宣教师超过30年。伫差不多几60年前，有一摆，伊负责要举办伫咱国内有2个真大型的学生的营会，啊，总是伫迄摆中间，伊受到撒旦真大的攻击。伫即个营会要开始的前2礼拜，遮个所有营会的所有的经费，拢总伫伊的手头。然后伊搁用即个内地会来预支预领3个月的社费，所以遮个所有的钱拢伫伊的手头，无拍算伊煞拄着贼偷，将遮个钱拢总偷摕了了，结果害伊
若无法度来支付即个营会所需要的开销，连伊家己的生活费拢有困难，伊的三顿拢出现问题。所以伫遮韩婆婆伊会当做啥？伊只有迫切来向上帝来祈祷，求主互伊赏赐信心，互伊会通倚靠主耶稣来赢过即场的征战。几工了后，就伫伊需要大先支付即个营会所需要的1000块的开销，总是落了，敢若剩10块。即个时阵，拄好伊伫香港的即个宣教师带遮个细囝吼来台湾佚佗，因要转去香港的进前来拜访即个韩婆婆，然后介伊做伙食饭，然后将因存落来即个新台票来互即个韩婆婆。结果韩婆婆接了后算一下，拄好是1000块。过两天韩婆婆就到教会参加礼拜，伊只有存10块，所以伊咧丢拄讲，即10块是要留落来等一个食饭用，也是要奉献互上帝。无拍算了，伊决定讲，伊要将即10块完全拢总献出去。然后伫遮礼拜煞，有一对初信的夫妇来找韩婆婆，摕一个批囊互伊，讲阮早起咧祈祷的时阵，有一个感动，叫阮爱为着你奉献。遮个钱拄好会通摕来付即个韩婆婆需要的水电费。你兄弟，所有发生的代志拢一个接一个。伫迄天下晡的时阵，有一个学校的老师拄好领到政府配给的即个米，因为伊的先生最近拢无伫厝里，所以伊无法度食遐济米，所以伊就送20公斤的米来互韩婆。另外，佫有一个老妇人，伊伫遐过80岁的生日，所以伊就叫伊的孙送真侪遮的菜来互韩婆婆，就安尼来解决伊伫遮的问题。佫较奇妙的是，佫过几工，韩婆婆需要去支付营会一寡遮的费用，伊答应对方讲暗时就爱将遮的钱付互伊，总是伊完全毋知影伊的钱要对倒位，伊只好继续凭信心来祈祷，继续凭信心来仰望上帝。到迄天下晡，伊收到对美国政府寄来国税局寄来的批，伊抓准讲伊爱补税，伊想讲是安尼，无拍算即个批一拍开一看，内底是几啊百块美金的支票。原来是伊伫10几年前要离开美国的时阵，伫遐向美国政府报税，伫遐所摕的即个税金吼，即个税金退即个税金竟然流浪10几年，伫今仔日上届需要的时阵来到伊的手头，伫遮伊就用即个钱来支付遮个费用。各位兄弟，咱看到当伊受到遮尔大的攻击的时阵，伊无惊伊，伊继续凭信心倚靠上帝。上帝就伫遐行侪遮个神力伊身躯顶来解决伊遮个所有的困难。第二，咱拄到即个风险，嘛有可能是上帝的考验，因为无圣神的稳准，无有任何的风险会通攻击咱，甚至连撒旦的攻击，伊有原是伫上帝的限制下面。咱看约伯个例就知，当上帝稳准。撒旦去攻击约伯的时阵，有甲伊规定有甲伊限制，讲你袂当去伤害到约伯本身。所以一切拢是伫上帝掌握下面。当时连兄弟有当时，咱拄着困难，咱爱知影，即个苦难并毋是真正是来对魔鬼的攻击来，有可能是出伫上帝对咱的磨练。所以咱拄着人生风险的时阵，咱千万毋通抓准讲咱的信心无够，所以咱才拄着遮个困难、苦难。因为风险的发生甲信心无关系。我阁讲一摆，风险的发生甲咱的信心大细无关系。信心无法度互你避免人生所拄着的风险，信心无法度保证你袂拄着经济顶面的风险，你袂拄着工作顶面的风险，你袂拄着你的身躯健康、你的精神或者是婚姻顶面的风险，总是信心要帮助你。伫咧面对遮个风险的时阵，你会通有无共款的反应，你会通有无共款的做法，你会通有无共款的一个态度。
第二，各位兄弟，咱来知影信心会通消除咱的惊吓，会通互咱的惊吓消除。这段经文，咱来学习上界大的功课，就是咱来挖靠信心，将咱的惊吓甲伊消除。咱看到这个学生，互所拄着风雨惊到要死，总是即款的惊吓，其实无应该发生伫军队耶稣的学生的身躯顶。所以耶稣才会问因讲：恁的信心伫倒位？因为恁若有信心，恁拄着风雨的时阵，无应该是即款的反应啊。所以第一项，第二项这惊吓本身就是证明你是欠缺信心的一个表现。你若惊吓，就表示你欠缺信心。检查有认为讲啊，这个学生拄着风雨遮尔大的攻击，会惊，迄是正常的啊。一般人拢会，敢毋是？而且上要紧的是，即个船用要沉落去啊，应该会感觉真惊。总是认为兄，这咱毋通袂记。这个学生应该甲一般人有无共款的反应才对啊，因为因是认捌耶稣的人，因为因是军队耶稣遮尔久的人，何况上要紧的一点，因拄着即个风雨的时阵，耶稣伫倒位？耶稣甲因同在，敢毋是？耶稣甲因做伙啊！因应该靠着耶稣的信心来赢过即个惊吓才对啊！咱拢知影惊吓有真侪种，有面对失败的惊吓，有面对死亡的惊吓，惊失业，惊家己会互咱认为上界要紧的人，甲咱拒绝，甲咱讨厌。虽然有真侪惊吓充满伫咱的四周围，但是各位兄弟，请咱毋通袂记，请咱毋通袂记，咱的主耶稣要亲像伫加利利海共款，来责备平静风雨，伊要赶走咱心中这个惊吓。其实有当时吼，造成咱的惊吓的原因，毋是迄个外在的环境，是对咱内底出来。对咱的心内说出来，真侪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啥物拢毋惊，其实伊的内底是惊到要死。伊只是将伊的惊吓暂时甲伊藏起来。有当时可能伊通过参加真侪遮真闹热的活动来掠砍伊的惊吓。有当时可能是靠着伊某一种的自信，这是伊的成就来掠砍伊内心的惊吓。总是我要讲。这拢是暂时，这拢是表面的，无偌久，才是总有一天，所有的惊吓，伊家己拢会对内底走出来，会显露出来。可能伫你的健康顶面，可能是伫你的情绪顶面，来甲伊表现出来，你内心迄个真正的惊吓。所以各位兄弟，信心会通消除咱的惊吓。第二，咱靠着对耶稣的信心，嘛会通互咱。赢过惊吓，耶稣爱伊的学生，伫危险、患难的环境中间来倚靠耶稣。伊爱咱会通亲信，伊有教义的稳定，通互咱来面对各种的即款的处境。所以咱爱做，就是搁较侪的交托，搁较侪的信靠，毋是靠家己的能力。所以有三项物件要帮助咱，要安怎做会到这点？第一，各位兄弟，咱爱对耶稣有信心。你可能对家己无信心，但是至少你爱对耶稣有信心。因为这个学生，你看，敢讲伊毋知耶稣是啥物人？耶稣咧带因的过程中间，不断伫遐甲伊暗示，而且互因明示，互因知影伊的身份是啥物。敢讲因认为讲？伫即场的风雨的中间，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会甲因做伙淹死伫加利利海吗？敢讲因认为安尼吗？咱拢知影，咱所信靠的是主耶稣。总是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咱敢真正明白咱的主耶稣？咱敢真正明白咱的主耶稣？咱是毋是有可能有一摆，互咱机会定心过来认捌咱的主耶稣？咱每一个人对耶稣的认捌，毋是只有伫历史顶面，
伫圣经内底，或者是伫咱的家族内底，咱着基督教的家族，所以我着认捌咱的耶稣。嘛，毋是只有安尼，是伫咱的生命中间，咱真正去望着咱的主耶稣。伫咱的经验中间，一摆一摆去累积咱对主耶稣的一个信心。咱无需要去相信倚靠遐个无法度帮助咱面对危险困难的事。总是咱的主耶稣是历史的主宰，伊是活活的上帝，伊帮助咱处理面对侪遮的问题。所以咱对咱的主耶稣爱有信心，这是第一项。咱要怎有法度靠耶稣的信心来赢过惊吓，就是咱爱对耶稣有信心。第二项，第二项这，咱爱对耶稣的应允有信心。咱爱对主耶稣的应允有信心。你看咱遮的学生，因无掠条耶稣互伊的应允。第22节，耶稣甲学生讲啥？伊讲咱来去学的对话。咱注意即句哦。主耶稣对学生讲：咱来去学的对话。耶稣对学生安尼讲，就是互因一个应允。意思就是讲，咱通平安到学的对话，敢毋是？咱若无法度平安到学的对话，安尼我讲，咱来去学的对话，毋就等于是白贼，是空的，是无影。这学生听着耶稣即款的应允，应该爱全然相信耶稣会带因平安到学的对话，敢毋是？爱相信耶稣会照伊所讲的话来成就一切，敢毋是？爱相信耶稣会为着因的平安、安全来负责任，敢毋是？那安尼就无需要惊即场的风险啊！所以，各位兄弟，咱所信靠的耶稣，咱的信心到底伫倒？咱有影信靠咱的上帝，然后呢，伊所讲的圣经内底每一句话，遮应允，咱拢掠条，咱拢相信，有啊无？咱若掠条上帝应允。各位兄弟，咱就法度面对咱的惊，因为惊吓无一项好，上要紧的是惊吓会互咱失去对上帝应允的相信，会互咱失去对上帝应允的确信，因为你惊嘛，因为你无相信上帝伊的话应允。第三，咱爱靠着对耶稣的信心，通赢过惊吓。除了对耶稣有信心，对耶稣的应允有信心。第三项就是咱爱对耶稣的工作有信心，对耶稣的做工爱有信心，因为咱比这学生更较幸福。等于说，咱在座每一个人，咱拢比这学生更较幸福。检查这学生对耶稣伫世间所咧做工作，也无法度完全来了解。总是咱已经会通完全了解，因为咱有三项的启示，互咱知影；有三项的见证，互咱了解耶稣的工作。第一就是圣经，第一就是圣经。圣经已经完全清楚将耶稣伫世间遮的使命，伊咧做工作，伫遮拢总见证出来，互咱读了后，互咱看了后，搁较增加咱的信心。第二就是基督教的历史，整个基督教的历史2000年来真久长即个历史，即中间充满历代所有遮的信徒因的见证，要见证啥？见证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要见证耶稣伫逐世代所做遮的工。第三个启示就是你我咱家己本身信仰的体会，咱家己信仰的经历。你睇这圣经的见证甲启示，教会的历史、历代信徒因的见证，咱家己本身信仰的体会甲经历见证，这三项的启示甲见证，互咱比这学生更较幸福，互咱比这学生应该更较有信心。更较相信，
对耶稣的工作伊的做工，咱有信心。所以就兄这三，咱对耶稣爱有信心，咱对耶稣的应允爱有信心，咱对耶稣伊所做工，咱爱有信心。你兄这，你是毋是还佫行伫惊吓的中间，还佫活伫惊吓的中间？也就是咱要对今日了后，咱要活伫信心的中间，咱要活伫信心的中间。伫你的生命中间有偌济是互你的惊吓所充满？伫你的生活中间有偌济是互你的惊吓所掌握？耶稣今仔日慢慢问你，你的信心伫倒？你的信心伫倒？你有看见着圣经的启示？你有看见着基督教历史的启示？你有看见着伫你的生命中间，我所想述互你才会稳定的见证啊！耶稣安尼问你的上时，伊嘛是搁一摆咧邀请你来挖坑，来挖坑。咱嘛搁一摆伫耶稣的即个，你的信心伫倒了？即个问句内底，咱要敲找相信伊会保守咱。咱毋知影即个疫情到底会延偌久，世界的局势会变做怎样？咱大海的即个危险会怎样？咱拢无了解，咱拢无法度。总是咱毋好伫即个行的中间。咱来亲像即场风影中间，主耶稣互学生的挑战，你的信心伫倒了？伊共款要问咱，你的信心伫倒了？愿主祝福咱每一个人，互咱学习，真正照咱嘴所讲，咱的心就是专心来孝敬耶稣，因为耶稣甲咱伫地，伊无离开咱，因为耶稣甲咱伫地，所以咱会通赢过遮的所有的风雨，咱通伫伊内底得到真正的平安。请咱同心来祈祷。遐人，阮的主上帝，阮要恳求你赏赐互阮，成做一个有信心的人。主，这个信心，毋但阮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主耶稣基督为着阮世间人的罪受，钉死伫十字架顶，对死人中搁活。主耶稣，阮所要讨的，毋是只有即款的信心，阮要向主求讨，赏赐阮搁较有信心，阮相信。主你伫圣经内底，互阮所有遮的启示，互阮看见着伫历史顶面遮的见证，以及阮家己信仰的体会。主你帮助阮，互阮对你有信心，互阮对你的应允有信心，互阮对你的工作有信心，互阮通知无论如何，主你已经应允，你圣神要甲阮同在，无离开阮，无弃杀阮，互阮伫阮所接续有可能拄着侪遮风影中间，阮会通无惊吓，阮会通安稳自在，因为主你要为着阮负责，互阮更较有信心，通全然交托阮家己，互主你来引带，互主你来掠查保护。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咱真多谢谢牧师的信息，咱来吟回应的诗，圣诗385首，请起立，385首，人生风波摇动无停，人生风波摇动无停，耶稣调咱着真情。Yeah.
即时咱要来举行圣餐，甲主三角来坐倒，咱请谢特别牧师来主持。来兄，这咱要甲主三角坐倒，所以咱大声要来吟圣诗365首，来陪伴咱的心。咱一日吟圣诗365首，耶稣身躯对咱定死，全首。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上伫教会陪参者，咱已经领受洗礼、献身礼的兄弟姊妹三角做伙来守主的圣餐。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今仔日守主的圣餐的时阵，咱会服侍长老，咱拢挂手套。咱摕饼的时阵，咱因会摕饼互咱吼，咱会通用安尼的方式，互咱较安心来领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应伊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要甲我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众兄弟三角伫咧。所听兄弟，请你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来爬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是伫新约所设立的，伫我的会，今仔日要是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弟兄兄弟，当主耶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大声照样模样，咱三角同心来感谢。亲爱的主上帝，即时阮照你的命令来摆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差遣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遮个摆伫你的面前，所要赏赐阮的饼甲杯，互阮接受遮个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得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诚做培养阮属灵的灵命，互阮会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搁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即个是我的身躯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来服侍。最后所讲，即个是我的身躯，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搁一摆伫主面前求主赦免咱的罪过，搁一摆用伊的身躯拍破，流出宝血来洗清咱的罪。这还袂摕着饼无？摕去食，即个是基督的身躯，着咱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角甲口罩摕落来食吼。
食了后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恁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搁一摆，咱要照圣经互咱的教示，伫咱领受做圣餐的进前，咱三甲做伙，搁一摆伫做面前来悔改认罪，互咱通领受主的祝福，毋是食啉咱家己的罪。旁去啉，即个是基督，随着咱所立新约伫个会所设立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用感恩的心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做死直到伊过来。
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三甲日地，请咱同心来感谢。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来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较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到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护卫。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也用慈悲帮助阮，互阮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通荣光你的名。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搁活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来举行奉献，请带领领执事、陈宝师执事来施献。感谢，请起立。这点我来报告。首先咱真多谢陈大斌牧师来做咱教会小会议长一年来对咱帮忙真济，咱甲多谢咱拍鼓像伊讲的到今仔日就结束啊咱搁一个甲多谢啦小会下晡3点咱请小会员出席，咱要甲中会、特会做伙来开会特别咱为着咱张宣信牧师要上任，大家来努力咱也充满希望的心啦伊会当搁一摆来带领咱互咱的教会会继续发展。牧师上任过来，防疫新生活咱家己过目咱家己过目咱教会要请清洁工会当介绍咱真正真需要紧无已经离职安尼伫即段无新的时阵呢，咱希望咱各团体活动了会家己小可整理一下减少咱教会干事的事务安尼即事因为咱9月27就要中级的改选咱9月初6就爱预选咱要选10位的执事今年到任有5位执事
博纲执事梅新执事、民选执事、余汝吉执事杨家宏执事咱请咱兄弟用祈祷的心咱选出咱教会核心的同工。后礼拜圣礼典咱有定10月初4是世界圣餐主日要举行咱若兄弟有要洗礼信仰告别的咱黄江牧师来报名，来参加有4礼拜的基要真理班女团契咱拜五9月初4开始恢复咱妇女团契的聚会。妇女团契后礼拜日9月初6，咱礼拜后要伫地下室来举行9月份的例会咱要请刘传信牧师伊的讲题真特别牧师人我做牧师才会日子其实咱张牧师咱我知超过60岁应该做牧师真久真济的经验来甲咱分享安尼希望较侪人来参加，特别妇团契的客友一定爱报名我知影有50几名安尼啦社区的事工按智慧手机班、长青乐活班咱伫9月开始拢恢复，咱恢复教界消息明仔8月30日，台新北区校友会要伫咱教会来举行。大多数项疫情还袂平息请为各国徛伫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来带导特别咱的疫苗这看会当紧出来会当帮助咱。各学校陆续开学中小学迄个后礼拜过来即礼拜已经开始恢复上课希望校园会当共款安全。暑假过后，各教会各种的聚会、社区的服务事工拢恢复咱为着这个事工会当迎神应景。咱今仔毋知有新来的爱介绍无？无真多谢。咱来行平安礼，请起立，咱来吟517首，咱拢诚做一个人。Hallelujah.
391首，鹅乐天顶主造。